夜紅眼列車，亦都有乘客反映話啦，靜音車廂嘅車票買唔到啊！湛江吳村呢一條村民必經通道橋建成有73年嘅歷史啦，年久失修，連鋼筋都生鏽裸露埋，堅定為危橋幾個月啦，都未見動工改造，點解呢？民生無小事，今日多關注，歡迎各位關注我哋。今晚陪住大家有尹珍珍同以文㗎，多謝大家，馬上去片。廣州白雲區雲羅植物園2026花樣迎春會今日開幕，今晚6點鐘左右啦，現場係舉行咗盛大嘅亮燈儀式嘅。咁我哋嘅記者何子瑩呢，亦都喺現場㗎。咁今年嘅花燈有咩亮點呢？睇睇何子瑩傳翻嚟嘅報導啊！而家係晚上嘅6點半左右啊，我哋現場可以見到啦，園區入邊嘅花燈咧全部着晒燈嘅，所以話咧可以係一片璀璨嚇。而且咧正值晚飯時間，我哋見到有越嚟越多嘅市民遊客啦，嚟到入口呢度影相打卡嘅。譬如我哋正對住嘅入門口呢個裝置咧，佢嘅名叫做國潮神區啦。佢運用嘅就係馬嘅造型，寓意咧就係馬年大吉啦。咁今年嘅新春燈會咧，其實一共係展出咗15組咁樣嘅主題燈會嘅。咁譬如話咧，有其他嘅一啲亮點喎，我哋現場都邀請到譚部長為我哋解答嘅。譚部長你好啊，咁今年除咗有馬元素，我哋現場啲花燈仲有冇其他一啲元素咁呢？咁我哋今年雲羅植物園嘅話呢，現場係有步步高升啦、環光森林、財神送福等大型嘅主題燈組。咁市民遊客白天嚟到雲羅植物園可以欣賞我哋嘅花同植物，咁晚上嚟到呢度賞花燈，咁更加有呢個古風 NPC 啦，同埋一啲花仙子巡遊等互動嘅活動嘅。好，唔該晒譚部長嘅介紹啊！記者入門口咧就感受到濃濃呢個新春嘅氛圍啦，唔單止咧仲可以體驗到好多年俗嘅韻味添啊！譬如話咧，就喺我哋入門口啊，喺裝置嘅隔離咧，我哋見到係有一辣美食街嘅，佢叫做雲羅市集，擺出咗好多一啲佛山啊、順德嘅微小食。咁大家嚟到咧，唔單止可以睇花燈，仲可以品嚐美食添。行到攰咗啦，我哋前邊仲有花市啊，等大家可以觀賞年宵花同埋選購年宵花嘅。譬如話有一啲蝴蝶蘭啊、百合啊、茶花啊等等嘅，所以咧呢一次嘅2026新春燈會咧喺雲羅植物園呢度有好多豐富多彩嘅活動。我哋見到咧現場嘅遊客朋友啊，佢哋嘅氣氛咧亦都係非常熱烈嘅。咁最後咧，記者喺呢度亦都要做個溫馨嘅提示嚇。如果有朋友仔咧嚟到咧，想要多角度啊，或者係從一個高位去俯瞰我哋嘅花燈嘅話咧，咁每週1至週5咧現場園區嘅纜車係會開放到晚上嘅6點鐘嘅，而逢週6日咧係會開放到晚上嘅8點嘅。所以各位遊客嚟到咧可以選擇多樣嘅方式去觀賞。以上就係現場嘅情況。廣東台記者何靜報導。今日晏晝啦，國家衛健委發布咗食品安全國家標準預製菜徵求意見稿，即係預製菜嘅新國標，其中係制定咗一啲標準，將面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。睇睇。2月6號，國家衛生健康委就預製菜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公開徵求意見，重點從食品安全同營養健康方面對預製菜作出規定，明確預製菜嘅定義及其原料、食品添加劑使用、生產過程、營養品質、包裝、標籤標識、經營過程同產品指標要求。食品安全國家標準預製菜徵求意見稿明確咗預製菜定義。預製菜係以一種或多種食用農產品及其製品為原料，使用或不使用調味料等輔料，不添加防腐劑，經工業化預加工，如攪拌、醃製、滾油、成形、炒、炸、烤、煮、蒸等製成，配以或不配以調味料包，加熱或熟製後方可食用嘅預包裝菜肴產品。預製菜唔包括主食類食品、正菜類食品、即食食品同中央廚房製作嘅菜肴。意見稿中仲對保質期作出咗具體要求，要求預製菜保質期最長不應超過12個月。為保障消費者權益，指導消費者選購預製菜產品，意見稿仲提出咗針對性意見。一係要求對投料量或成品含量標識，令到消費者可以通過標籤一目了然咁了解到產品嘅真實情況。二係要求標籤標注食用方式。三係對包裝材料有提示要求。廣東台報導。
唔知唔覺啦，春運就嚟到第6日啦。廣東省交通運輸廳、廣鐵集團同埋白雲機場上線我台廣東民聲熱線，仲帶嚟咗便民錦囊啊！一齊睇睇。2026年廣東春運公路運輸呈現短途化、個性化特點，預計成個春運廣東省高速公路車流量將達到3.7億車次，同比上升3.09%，相當於全國總量嘅20%。省交通廳方面預計，節前春運嘅車流高峰將喺聽日到嚟，也就是明天，我們車流高峰達到了883萬車次。那麼到了2月16號，就是除夕夜，整個車流會降到最低點。春節期間呢，會逐步回升，到了2月23號，年初7，會達到返程車流的最高峰，861萬車次。省交通廳提醒，春運期間，廣東省內多個高速路段容易擁堵，大家出行前一定要提前規劃，查看相關導航軟件同交通信息發布，及時避開擁堵。廣台高速的祈福隧道和中村隧道，那麼就是2月6號到8號，就是這2天就會比較堵的了。就是我們深中通道的南沙連接線，南行的從萬青沙的服務區到萬青沙立交這一段，就是在2月21號到2月23號會比較堵。還有一個就是大廣高速的米色站到溫泉站這一段，就是年初5到年初7會比較堵。而鐵路運輸方面，廣鐵集團介紹，學生客流之前已經提前發送，預計節前客流運輸平穩，唔會出現好似往年咁較大客流高峰，但節後返程客流壓力較大。第一個是在初5到初7，這個是一個高峰波段，那麼鐵路這一塊高峰會在22號，到達一個高峰。第二個就是這個過完元宵節以後，3月5號到3月7號，那麼返鄉務工的人群又是會一個高峰。為咗盡可能滿足客流出行，廣鐵將喺日開行旅客列車1745對嘅基礎上，高峰期增開列車167對，同時根據實際情況隨時動態增開列車。廣鐵提醒大家喺12306軟件上面打開呢2個按鈕，可以提高候補購票嘅成功率。把這個1236購票軟件中的2個小按鈕要打開。一個是無座按鈕，一個是新增車次的按鈕。因為我們今年在這個下半夜，就是這個紅眼列車，我們會動態的開啟，所以在這個動態的功能中，我相信我們的旅客在候補的成功率上，我們到目前為止大概有70%多。所以希望旅客不用太焦慮，我們今年的運力是充足的。民航方面，預計春運期間，廣州白雲國際機場進出港航班將會達到6.6萬架次，預計運送旅客超過1050萬人次。為咗更好服務出行旅客，今年春運期間，廣州白雲國際機場將開展春風服務情暖回家路系列活動。廣東台記者陳宇明報導。今年嘅鐵路春運仲有一項新變化，就係推出咗靜音車廂啊！但係唔少乘客就喺度呻啦，因為佢哋買呢個高鐵票嘅時候咧，明明自己係冇勾選到話優先靜音車廂嘅呢個選項，但係咧就無啦啦被系統咧自動分配去咗靜音車廂，亦都有旅客咧話我希望坐呢個靜音車廂，但係發現咧就一票難求，即是咩咧？即係我唔想要你就執俾我，我想要你又唔俾我咁樣。咁啊，究竟靜音車廂係點樣分配嘅咧？嚟睇睇。浙江嘅陳先生向記者反映，最近佢購買咗春節假期期間嘅高鐵票，打算帶住1歲幾嘅 BB 出行。購票嘅時候，佢並未主動選擇優先靜音車廂，但就被分配到靜音車廂嘅席位。咁靜音車廂席位究竟係點樣分配嘅呢？2月5號，記者就此事諮詢咗12306客服，工作人員介紹，當旅客冇選擇需要優先靜音車廂嘅時候，系統會隨機分配席位。工作人員建議，旅客提交購票訂單之後，未付款前可以查看座位是否喺靜音車廂，如果唔滿意，可以取消訂單重新購買。每個帳號每日可以取消訂單3次。丹參保心茶，請你繼續收睇。
湛江吳村呢一條村民必經通道